继续要来讲，三顿食外口，要食一顿饱，负担是愈来愈重咯。根据着主计总处的调查，110年的12月份，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年增率是2.62%，其中食外口的费用是大起2.39%。咱实际来访问着上班族，大家拢讲啊，真正是愈来愈贵呢。买一个早顿，卡袂着，拢爱超过100块。增加自助嘅菜头粿、小火火嘅凉饼，加切几啊块，搁有增加酥酥脆脆鸡腿，搁有伫咧放内底，每一项看起来拢真好食款。上班族来买一份早顿，爱开偌济咧？应该都落在150到180左右。凊彩食拢爱超过100，来看男性上班族，点煎鸡腿、汉堡加一粒卵，一份70块，搁来一个培根凉饼35块，加一杯豆奶25块，拢总爱83块。我早餐的话，通常都会喝2杯饮料、2份薯条、2个蛋饼，通常都会花200多。这几年物价起价，三顿食路口的上班族一天餐费开偌济？早顿超过100，中昼食自助餐有冒菜买100多，暗顿食甲青草类爱开200，过去一天差不多伫200左右，今麦拢爱4、500。一颗蛋你说要不要6块钱左右？要不要？要嘛，对不对？那一个蛋饼皮多少钱？所以我们也才挣几块钱而已啦。原物料起价，做食的当然买对的起价。根据主计总处调查，112年1月，消费者物价指数冲到3.04%，实际早顿起8.06%。过年前有真侪厂商店家选择袂起价，以后可能会调整绩效，所落来反省会阁继续起。对常常食路口的上班族来讲，开饭钱会愈来愈侪尔。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